創世記第5章，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。當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着自己的樣式造的，並且造男造女。在他們被造的日子，神賜福給他們，稱他們為人。亞當活到130歲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形象樣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給他起名叫塞特。亞當生塞特之後，又在世800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亞當共活了930歲就死了。塞特活到105歲，生了以挪士。塞特生以挪士之後，又活了807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塞特共活了912歲就死了。以挪士活到90歲，生了該南。以挪士生該南之後，又活了815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以挪士共活了905歲就死了。該南活到70歲，生了瑪勒列。該南生瑪勒列之後，又活了840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該南共活了910歲就死了。瑪勒列活到65歲，生了雅列。瑪勒列生雅列之後，又活了830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瑪勒列共活了895歲就死了。雅列活到162歲，生了以諾。雅列生以諾之後，又活了800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雅列共活了962歲就死了。以諾活到65歲，生了瑪土撒拉。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，與神同行300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以諾共活了365歲。以諾與神同行，神將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了。瑪土撒拉活到187歲，生了拉麥。瑪土撒拉生拉麥之後，又活了782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瑪土撒拉共活了969歲就死了。拉麥活到182歲，生了一個兒子，給他起名叫挪亞，說：這個兒子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勞苦安慰我們。這操作勞苦是因為耶和華咒詛地。拉麥生挪亞之後，又活了595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拉麥共活了777歲就死了。挪亞500歲生了閃、含、雅弗。